咧就是互我来做代表，要来朗读陈武生的诗，互大家。好，我会用这个华语了后就用台语。这条诗就是《鼓手之歌》，歌唱一歌。《鼓手之歌》，陈千武。时间遴选我做一个鼓手，鼓面是用我的皮张的，鼓的声音很响亮，超越各种乐器的音响。鼓声里渗杂着我寂寞的心声，波及远处神秘的山峰而回响。于是收到回响的寂寞时，我不得不又拼命的打鼓。鼓是我痛爱的生命，我是寂寞的鼓手。鼓唱一歌，作者陈千武，翻译黄旭升。时间跟我做一个拍鼓的，鼓仔面是鼓我的背景的，鼓的声音真响亮，较赢各种乐器的声。鼓声里透人阮寂寞的心声，通甲远方神秘的山岭全然回响。既然受到回响的折磨，我敢来当搁拼死拍鼓。鼓是我疼痛的生命，我是寂寞的鼓手。